兄弟平安今仔日的宣调，请用文化、用国语来宣读，因为伫真当中，我会领受用国语的较接近作者的心意。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是啊，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手必不离弃他手所造的。很高兴我们在今年已经过到了11月，很高兴我们又一起聚集在神的圣殿，一起来敬拜他。这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在这边来遇见神，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打开，我们要用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他。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转变，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耶稣现在就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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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依山倒海，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做奇妙事。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依山倒海，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做奇妙事。在这里，耶稣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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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让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是啊，我们在这边遇见神，我们相信神会成为我们的后盾，成为我们的舵手，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恩典够我用，在我软弱困苦中，每个脚步你领领，每天需要你供应，你的恩典够我用，当时为波涛汹涌，无论前途将如何，你是我生命舵手，再次信靠你，生命交给你，我慈爱的天父，连接我的心，使我能向你回应你荣幸，再次信靠你，生命交给你，我慈爱的天父，开我的眼睛，使我的见你，明白你心意，你的恩典够我用，在我软弱困苦中，每个脚步你领领，每天需要你供应，你的恩典够我用，当时为波涛汹涌，无论前途将如何，你是我生命舵手，再次信靠你，生命交给你，我慈爱的天父，连接我的心，使我能向你回应你荣幸，再次信靠你，生命交给你，我慈爱的天父，开我的眼睛，使我的见你，明白你心意，再次信靠你，生命交给你，我慈爱的天父，连接我的心，使我能向你回应你荣幸，再次信靠你，生命交给你，我慈爱的天父，开
慈爱的天父，敞开我双臂，心难奔向你，安稳你怀里，你的恩典够我用。是我们人生中的每个脚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以立定。在哥林多前书6章20节这样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是的，我们都是神重价赎回的宝贵子民，因为他的爱，我们得享平安。每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思考我们的服事是否均匀与行事，让我们学习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待人，让我们学习顺服在神的每个旨意下，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专属，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专属，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
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飞进每次，让我敬拜飞进方式，让我俯视背靠双手，而祷告飞进胸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主啊，谢谢你赐下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胜过老旧的我，让我们能为主服侍，让我们也学习顺服，真心待人。谢谢主，大大的赞美你，也求主让我们今天用预备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无论心中有忧伤、困惑、烦闷的，都能得到安慰，恩典满满。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下。请咱即时献开圣诗51首，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齐声唱歌，学乐主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掌理天地甲海，学乐三位一三，学乐上帝至尊至权至大。请咱起立来敬全首。即时要用上帝十条诫来甲上帝搁一届来立约。第一届，我以外你毋通用别个上帝；第二届，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无用阮用别个上帝逼过我。怨恨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三四代。听我受我诫命的，我是阮予伊直到千代。第三诫，毋通人送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人送称伊的名，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着记日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宴戒着我做你一切工。独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查某囝、罗卜、鲁比、前士，以及住伫你中间的厝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中间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7日伊做圣。第5诫。第6屆、第7屆、第8屆、第9屆，毋通做假奸情陷害你的厝邊。第10屆，毋通貪你的厝邊的厝，也毋通貪你的厝邊的蘿蔔、魯比、牛、以及你的厝邊一切所有的。請咱即時三甲額頭來祈禱。聽阮的阿爸爸，阮感謝你，你是慈愛、恩典的主。阮來到伫你的面前，阮要開聲學落你，阮要用心歌頌詞學落你。阮知你是阮所倚靠，是独一真、搁活的上帝。阮知阮的性命在伫你，是你所掌管。今仔日，阮甲阮的正兄弟姊妹进入到伫你的殿园，伫遮要敬拜你。愿主你，互阮带着一粒较无的心，亲像落较无溪水一样来亲近你。愿你的圣神也充满伫真当中，互阮伫遮来领受你的话语，互阮来得到智慧。但阮也要求主你，甲阮正兄弟姊妹三个伫地，互阮听会当明白，互阮看会当清楚。因为主你的教是真明，是清楚的。你互阮行伫你义四正的路上，互阮知你的灵伫倒位自由。阮有病痛的，要求主你来医治；心灵忧伤的，要求主你安慰。阮知你要照着阮逐人的需要，供给阮，互阮来得到帮助，互阮来得到需要的帮赞。主，但阮也求你赐福伫今仔日是新学院的纪念主日，赐福伫学院的当中，因为学院是伫遐造就上帝你所要用的工人，互因有气力，互因有明白上帝你的话语，通到伫每一间教会、每一个角落来宣扬、来牧养你的羊群，互因伫遐所受造就的，因通明白。因毋是请的工人，因是主所要用的萝卜，互因出去有够气力，会当伫遐养饲因的羊群来得到帮助。也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互阮伫今日所有的敬拜、娱乐、甲读经的当中，阮无论伫对一个坎站，拢会当甲主你相拄，也会当来伫真当中来得到阮的需要。互阮伫遮所领受的，也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也求主你甲传道三甲伫地，互伊今日所要分享的信息，是对主你来领受，也是对上帝你遐来的启示，互伊所分享的，互阮通明白，互阮通清楚，互阮无行伫上帝你所无欢喜的道路上，也互阮会行踏，会当来得到修正。互阮常常过着新的生活，过着新的生命，得到上帝你的修正，互阮拄起老的
迄个老我，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阮日日亲近你，是因为主你咧对你的话语当中，赏赐互阮快乐，会当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成做得胜的囝儿。阮搁一摆将今早起所有的敬拜、所有的娱乐，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请坐。即时咱要来看上帝的话。上帝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5章25节，咱要看到34节。启应文第8章，启应文第8章，歹势。启应文，我来刻，咱来印。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快乐。虽然有军兵杂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前保护我，将我藏伫伊布边看捌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到压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要出声求救。求你听，你捌讲，恁着恨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伊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因为我的对敌的缘故，带我伫平坦的路。即时咱要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5章25节，咱要看到34节。显着咱做伙来看，有一个妇人人迄62年。捌对侪的医生受着侪的艰苦，搁一真破费伊所有的，若是无一丝仔利益，反转哪上中。听见耶稣的事，就立伫众人中，对伊的后面来摸伊的衫，因为讲我简单摸伊的衫就会好。对安尼，迄老念边子。本身知伊的病痛已经好，耶稣即时家己知有关联对伊出，就活转身伫众人中讲，自追摸我的衫，伊也先甲伊讲，你看见规阵的人会客你，犹搁问是啥人有摸我？耶稣片片看，爱看做即个事的妇人人知本身所历过，惊吓尿尿喘，就来拍伫伊的面前，拢照实甲伊讲。伊就甲伊讲，妇人人啊，你的信已经救你，通安然去，你的病全然好。伊甲伊讲，妇人人啊，你的信已经救你，通安然倒去。你的病全然医好。即时，咱伫遮要请判传道来证道，伊的题目是绝目中的黄梦，绝目中的黄梦。离开姊妹平安，感谢主会当代表台湾新学医，会当来到中风教会，代表台湾新学医来请咱甲报告。
我想一个牧者的培养甲塑造，毋是干那读神学院尔，是伫在地教会，互教会兄弟姊妹来鼓励、来信仰的传承，以及甲对伊的装备。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除了要代表台湾神学院以外，也要做伙邀请大家兄弟姊妹为着神学院来祈祷。台湾神学院伊除了培养牧者以外，伊也有侪无论是音乐、社工，也是即个上新的心灵咨商我想拢是真做教会的帮衬，所以真需要咱兄弟姊妹做伙为着神学院来祈祷，因为咱拢知影，即摆要食做一个牧者，也有侪的挑战甲困难，尤其是咱有侪的少年人无一定愿意奉献家己的性命，互主所用啦。所以咱除了为着神学院祈祷以外，咱也求上帝呼召更较侪的少年人看见上帝国度的需要，互伊愿意奉献伊的性命，成做上帝的器皿。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除了奉献以外，咱也做伙用祈祷来为神学院来祈祷。今仔日团队真欢喜会当来到遮，甲大家来分享。今仔日有一个真短的主题，就是要问大家讲，你的愿望是啥物？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有侪的愿望。今仔日若是有人问讲，你的生命愿望是啥物？毋知影你会安怎来回答？我想每一个人伫无共款的阶段，有可能有无共款的答案。有可能对考试的学生来讲，第一志愿就是伊现阶段的愿望。对一个老爸老母来讲，囡仔会当有序健康大汉，佮会当有一个好的成就、好的生活，甚至是好的家庭。对老爸老母来讲，这是伊的愿望。对一个咧判病的人来讲，有可能伊的愿望是安怎？伊的身体会当赶紧恢复健康。咱的兄弟姊妹，咱诚做上帝的囝儿，咱的愿望是啥物？今仔日咱伫教会咧组织，你的愿望伫倒位？感谢主，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人，咱的愿望拢在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咱听见就来相信，因为咱相信。今仔日咱愿意伫教会组织，是因为有一个耶稣基督，伊诚侪人为咱死伫十字架顶，伊要诚侪咱生命的愿望。不过，咱诚侪上帝的囝儿，就一切顺利吗？咱诚侪上帝的囝儿，就袂拄着挑战吗？咱有缘有得势的时阵，有无得势的时阵，有愿望的时阵，也会有绝望的时阵。不过主耶稣伊要离开这个世上的，伊对伊的门徒讲啥物？伊一定搬过这个世界。兄弟姊妹，主耶稣互你甲我有一个上大的应允，就是无论咱的人生拄着什么款的挑战、风险，也就是讲无人知影你拄着什么款的软弱。不过主耶稣伊对你讲，无论这个世间怎样，伊已经为你赢过一切啊！兄弟姊妹，有一个列比，伊安尼讲，咱的信仰是即个伫咱上软弱的时阵，上无愿望的时阵，上帝赐咱力量，互咱伫即个风波的过程中间，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伫即个绝望的过程中间，你敢有缘相信圣经所记载的即个上帝是你一生的愿望？兄弟姊妹，分享的大声，咱做伙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上帝，阮学了你的性命，因为主，你的名是配得咱一切的学了甲敬拜。主耶稣，阮感谢你，你听阮，你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你流出宝血，洗净阮的罪，互阮的性命分别做成要来互主你来使用。也愿圣神你开阮的耳孔，互阮会当留心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神做工伫阮的中间，充满伫教会内底，互阮每一个人，既若听到的，拢会当听见主你对阮的生命讲话。
主，我要将罗卜的性命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将我一切的口才、理智、一切的讲出的话，实在伫主你的旨意。也愿上帝，你甲阮撒较伫地。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看到一个富人人，伊有拄到一个人生上大的绝望啊！伊伫伊的生命中间不断咧找一丝丝的盼望啊！做啥物款的愿望？今仔日经文讲，伊是一个血流的富人人，代表讲，这个血流的病是伊一生中间的一个上大的乱了。这个病一定影响伊12冬啊！兄弟姊妹，你真好想象，你12冬的过程中间，你不断的流血啊！你不断无法度安怎接近别人，因为人看到你，就讲你已经破病啊！咱会感觉讲你是安怎有病嘛？爱看医生啊！伊12年的血流代表伊12年不断咧流血啊！这个血伫圣经的中间代表什么？伊的生命不断咧流失去啊，不断咧失去啊！伊面对遮尔大的病，对伊来讲根本就无愿望啊！伊除了伊身体的衰弱以外，伊阁看到伊逐工不断咧流血啊！兄弟姊妹，伊的人生会当安怎？会当讲是绝望中的绝望啊！伊毋是干那讲伫破病顶悬的绝望尔，已经加是安怎？伫做的医生中间得到失望啊！兄弟姊妹，每一届你想想，咱来破病去看医生的时阵，你去看医生的目的是啥物？要爱医好啦。所以对这个12年的富人人来讲，伊每一届看医生的时阵，拢亲像抱一点仔希望，愿望伊会当对这个医生中间会当找到医治伊的病的原因啦。不过一摆搁一摆，伊找遍所有的医生，拢无人会当来治疗伊这个血流的病，甚至经文安怎讲，伊一定开尽伊一切的财产啊！所以，这个血流的富人人有3个绝望啊。第一个就是伊的破病，伊的血流的病的绝望；第二个经文讲到，伊一定开尽伊一切的财物的绝望；第三，无搁较好，搁安怎？哪来哪严重啊？兄弟姊妹，你即马看到遮，伊有3个绝望，改成一定真艰苦啊！兄弟姊妹，我甲你讲，较艰苦的是啥物？伫犹太律法的内底，人看做伊是啥物？无清气的人啊！按照这个犹太律法，血流的病，互伊伫当初时的社会，是互人无法度甲伊接近的，因为伊是无清气的人，伊袂当甲正常人咧生活，袂当甲正常人共款去买物件，就更加无法度甲别人来对话。兄弟姊妹，伫即款的社会中间，就亲像边缘人共款啊！伊除了家己开尽一切所有的以外，更加安怎，互人排斥啊！咱来看即个列民记15章25节啦，讲啥物？即个查某人若伫经期以外流真济血，也是讲即个经期过长有流症，就因为即个流症安怎无清气啊！所以对伊来讲，因为伊即个血流的病，互伊成做一个无清气的人，佮更加等于讲伊无法度来教会啊，伊无法度去圣殿中间参加宗教礼仪啊，伊无法度甲人有正常的行为接触啊。对即位妇人人来讲，伊的处境甲状况是绝望中的绝望啊。伊面对伊家己生命的问题以外，伊根本无法度对别人的中间得到任何的帮助。不过兄弟姊妹，你真好想象，伊过安尼的生活已经12年啊。12年什么意思？囡仔一定读高中啊。12年毋是12天咧，伫12年的过程中间，伊拢过安尼的生活。伊除了身体的痛苦以外，伊甲伊面对着伊有通食无啊？
伊无钱，人较食物件，伊搁安怎承受逐个人对伊的眼光甲排斥？不过，咱对经文的中间真底，咱看到伊听见耶稣的名以外，安怎？伊就把握机会啊！这位妇人人，伊听见耶稣的事，伊就安怎？采取行动啦！伊就走到耶稣的后壁，因为伊相信啊。兄弟姊妹，咱的圣经常常咧讲，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什么叫做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耶稣是安怎要安尼讲啊？当耶稣咧教导的时阵，伊的学生坐伫伊的边啊，咧讲道理的时阵，当耶稣讲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什么意思？代表讲有人无咧听啦，有人没在听啊？什么意思？有可能你咧听，不过你安怎无听袂去啊？你坐伫遐那尔啊？你咧烦恼中昼要食啥？不过这个妇人人无共款啊，伊听到了后就安怎？伊就相信啊！伊听到了后，伊就安怎？有行动啊！伊因为听到耶稣伊伫人的事业，伊心中产生信心了后，因为这个信，互伊伫绝望的中间，伊犹原相信。这位伊无看过的耶稣，伊今仔听到耶稣的消息，伊就相信要来看这个耶稣到底是啥啊！兄弟姊妹，这个妇人人，伊毋捌看过耶稣，不过伊伫伊的性命极绝望的中间，伊阁一摆看到会当帮赞伊的人，伊听见啊！兄弟姊妹，这个听见，甲你有共款无？咱每一个人拢是因为听见来相信啊！咱敢有人看过耶稣？咱敢有人看过耶稣伊行神业？咱在场无人看过耶稣行神业，咱拢甲这个妇人人共款，拢是因为听见福音，咱坐伫遮，咱就来相信啊！咱无人看过耶稣，不过咱相信，咱所听到的这个福音，就亲像耶稣伊所讲的迄款，听到来相信的人才有福啊！咱来看约翰福音20章29节，耶稣对这个德玛讲什么？你因为看到我才信哦。遐无看到的，就信呢，有福气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甲这个妇人人共款，咱拢因为听见来信耶稣。那安尼，兄弟姊妹，你若听见了后，你的信心敢有亲像这个妇人人共款，伫你的生活中间活出你对耶稣的信心。咱来看，这个妇人人除了有信心以外，伊阁用伊的行动来证明伊的信心。兄弟姊妹，咱来想想看卖，伫一个你一定不断的流血，也就是讲，人看会出讲你的衫一定染着血啊。人也知影讲，这个某某人是无清气的人。不过，当这个耶稣咧来的时阵，一群人啊咧对耶稣啊，人会认出伊无？来讲，你在做啥物？你这无清气的人，你袂当到遮。你莫遮滚弯啊！你莫遮滚弯，你无清气啊！不过，咱看见这个妇人人伊安怎？伊听见耶稣的事业了后，伊就带着这款的信心甲行动，伊拼死命来到耶稣的后壁，为着要摸耶稣的衫。伊必须爱冒险，袂当互别人发现，伊带着惊吓摸耶稣的衫。不过，当伊因为有这款的信心，互伊会当赢过伊生命中的惊吓甲无平安，因为伊相信，伊所听到的这个耶稣会当医治伊，虽望敢若是摸伊的衫尔，伊相信，我只要摸着耶稣的衫，我无需要互伊祈祷，我无需要互伊知影我是啥人，我只要摸着伊的衫，我就会当好。经文记载讲什么？最后，这个妇人人伊安怎？伊靠着心中的信心，伊摸着耶稣的衫了后，伊就医好啊！伊摸着耶稣的衫的迄个时阵，伊感受到伊所有伫血流的这个血已经打去啊！伊感受到伊已经完全的医好。
这个富人人互咱看见，毋是敢若心内相信尔，是伫信心的中间，你有带出行为无？兄弟姊妹，教会复兴毋是敢若伫祈祷讲求主复兴咱的教会啊，毋是敢若讲求主甲咱同在尔。咱敢有带出行动，看见你身躯边的人的需要？你敢有看见社区的需要？你敢有看见你厝内底还未信主的人的需要？你敢有看见教会厝边隔壁的需要？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毋是干那咱有信心尔，佮亲像咱的敬拜团同款，毋是干那讲我有信心的咱大好尔，是爱安怎？来台顶啊，爱操练啊，来台顶才知影讲你敢有迄个信心。带着耶稣的应允，你伫台顶会当赢过，你会行赢。所以咱看到这个富人人，伊的信心是带出行动的，因为伊相信伊所听见的耶稣会当互伊这个绝望的性命带来光芒。兄弟姊妹，你的性命敢有亲像这个火热的富人人同款，有10几年甚至搁较久的绝望？有可能是一个软弱，一个过去的伤害，一个人的一句话，一个代志，一个情绪，递到互你有这款会绝望伫你的生命内底。虽望别人毋知影，不过咱的上帝伊知影你的需要。每一个人拢会经历侪的风险甲挑战，不可能无人知影你拄着什么款的遭遇。不过咱的上帝拢知影，兄弟姊妹。咱真做上帝的囝儿，无代表咱会当一切顺利。咱犹原会拄着风险挑战，犹原会拄着艰苦、逼迫、流目屎的代志。不过，咱的上帝伊应允咱啊，伊要教咱三角地带。当咱祈祷的时阵，伊要听咱的祈祷。兄弟姊妹。团队犹原同款，伫过去有侪绝望的时刻。我伫过去犹原有想要结束家己的生命的过程，因为家庭的混乱，致到我对家己的未来无任何的愿望。面对家庭的失去，有侪的挑战，互我逐工活伫惊吓内底。对当初是少年的我，根本就是伫一个绝望的上低点。虽望我去教会会当互人看见我真喜乐，不过因为这个喜乐要暗藏我内心的绝望甲惊吓，互我伫教会中间，虽望我甲上敬拜真欢喜，不过我知影我的心中安怎无完全咧敬拜上帝。当我想要自杀的时阵，我的内心互上帝的话来提醒，毋通惊，你只要相信啊！当下我才知影，我的生命有偌尼啊需要上帝，因为伊伫我上绝望的时刻，伊成做我的愿望。伫即个看袂到的未来的中间，我知影我的愿望伫耶稣基督啊。当我选择伫耶稣的面前跪落来的时阵，我的内心就亲像即个快乐的富人人同款，我的内心互耶稣来医治、讨帮、安慰。伫迄个当下，我感受到真大的愿望，因为我深深知影。即马活的毋是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伫我的生命内底活的，互我对即个世界有愿望，互我对我的生命有愿望。兄弟姊妹，今仔日主耶稣犹原要对你的生命来讲话，团队毋知你拄着什么款的挑战、伤害，不过主耶稣伊今仔日要对你的生命来讲话。绝望中的愿望是啥物？今仔日即个富人人用人的角度来看，亲像一个绝望的生命。不过因为伊的相信、伊的信心，互伊绝望的生命中间，甲耶稣相拄来得到愿望。经文所则讲到，即个富人人伊病得到医好了后，耶稣感觉有气力，对伊的身躯出去，就回头问会众讲：治罪忘我的啥？兄弟姊妹，伫遮尔多个人的中间来群对耶稣，独即个富人人，伊敢忘耶稣的衫。耶稣为即个富人人停落来，伊毋是干那为伊停落来那尔，
这个妇人人伊行到摇摇喘，啥怎摇摇喘？伊惊有责备啊！兄弟姊妹，伊伫正人的眼中是一个无清气的人。伊出现伫遮代表啥物？其他的人拢是变做无清气的人，其他的人拢因为伊爱去安怎去圣殿内底，互祭司来分别圣洁的性命，所以逐个人看到伊就安怎叫伊离开。不过，这个妇人人伊随往行遐，伊将所有的代志拢来对伊讲。耶稣为伊停留落来。这个妇人人对耶稣的信心较无，互耶稣为伊停留落来。经文的记载，有一个人犹原互耶稣为伊停留落来，就是迄个乞食8点麦，伊不断来嚎叫耶稣的名，大笔的子孙啊，来拯救我！耶稣就为伊停落来。兄弟姊妹，咱性命的渴望，甲对上帝的渴望，敢有法度互耶稣为你的性命停留落来？耶稣为着这个妇人人停落来。当耶稣的回应的时阵，咱看见伊互一个人的性命完全的无共款。中文的圣经讲啥物？查某囝、女儿啊！耶稣毋是干那医好伊身体病痛那尔，也互伊的身份安怎恢复身份啊？除了宣告伊是上帝的囝儿以外，也要互众人知影，伊的性命毋是无清气的人，伊的性命无过是即个社会所排斥的人，也一定对即个社会边缘人，互即个社会弃杀的身份，诚做囝儿的身份。兄弟姊妹，你敢有亲信你是上帝的囝儿？你敢有亲信你是阿爸爸的查某囝甲囝？你若亲信，咱的阿爸爸犹原来等待你啊！等待你安怎样？将你一切的委屈、绝望、乱了，祈祷来到伊的面前。耶稣毋是干那医治伊身体乱了那尔，是要恢复伊生命中的身份。互伊会当伫众人的中间宣告，伊是上帝的查某囝；互伊会当正常甲人来生活；互伊会当正常去教会、去圣殿内底敬畏上帝。兄弟姊妹，即个妇人人伊长期活伫互人否定的价值观内底，今仔日耶稣毋是干那伊伫伊的身躯那尔，佮恢复伊的身份是有价值的。兄弟姊妹，有一个故事是安尼：有一个牧者的家庭，伊收养一个孤儿伊的囝来做囝来收养伊。不过每一摆食饭的时阵，这个囡仔总是咧偷偷啊藏食物啊，藏起来。当这个牧师伊看到这个孤儿伊来的这个囡仔，谁哪有这款的情形的时阵，才反会讲，因为伊有孤儿的心态啊，因为伊惊啥物？伊后一顿无通食，所以伊安怎？这顿有通食，我就爱安怎？留一寡互后一顿食。什么意思？虽讲伊互牧师的家庭收养诚侪囡仔，不过伊犹原安怎？认为伊是一个孤儿啊。伊认为这个厝、这个家无法度互伊食物件，无法度互伊饱足啊。直到这个牧师对伊讲：“这是你的厝啊。”我们是你的家人啊，你不用担心啊，你免烦恼，你后一顿伫倒位啊？这个牧师犹原咧甲伊讲，你是囝儿啊，你毋是奴仆，你毋是出外人，你也毋是人客，你是囝。兄弟姊妹，圣经的浪子回头的故事犹原是安尼啊。这个细汉后是安怎？将伊的老爸的所有财产摕去了后，游山玩水了后，将伊的老爸的钱开了。到最后，伊的性命安怎？去食猪咧食的物件。伊才想到讲，原来我的老爸是遮尔好，甲是安怎样？我爱伫后口食猪咧食的物件，我可去做我老爸的奴仆就好嘛。我的老爸是一个大主业啊，大产主啊。
我去做萝卜，我有通仔食，有通仔住，我毋免住伫后口，真寒真热，阁无通仔食。不过，即个囝伊安怎？细汉后生，伊认为讲，伊对答以后，我无配称做你的囝，因为伊认为伊是一个萝卜啊。不过，咱拢知影最后即个老爸安怎？将即个萝卜讲啥物？将上好的手指、上好的衫，互伊有鞋仔通穿。即个老爸咧做的是啥物款的工课？咧恢复伊的身份。来帮助伊，无论你拄着什么款的遭遇，这个老爸个亲像咱的天父同款，伊逐工欢迎你回来，伊要互你的性命重新得到医治，重新来恢复身份。今仔日耶稣伊游玩恢复这个富人人的身份。互伊对认为无价值的性命、无愿望的性命，重新对耶稣的身上，搁一摆得到愿望。兄弟姊妹，咱是上帝的囝儿，无论你的生命中间拄着我尔大的绝望，伫即个挑战过程的中间，主耶稣伊拢家己伫地。无论你有做过啥物款我尔大感觉见笑的代志、伤害人的代志，耶稣基督伊要搁一摆来对你讲：你是查某囝，你是囝，你毋是萝卜啊！罗马书安尼讲啊，恁所受的毋是萝卜的心，还佫咧行。咱所受的是啥物？是囝的心，所以咱求叫咱的上帝啥物？阿爸爸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天父伊差派伊的圣囝耶稣基督，伊已经赢过即个世间的一切。无论你的性命有我尔大的绝望，主耶稣基督，伊是咱生命中间唯一的愿望。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互阮的生命会当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主，虽望我毋知阮的生命会拄着甚物款的风险甲挑战，不过主，阮独独相信你圣经所记载的每一句话，阮相信你已经为阮赢过世间的一切。因为主，阮相信，伫阮白目的时阵、艰苦的时阵、感觉要流目屎的时阵，你犹原陪伴阮。圣神，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生命，互阮愿意听见主你的话了后，阮犹原亲像即个富人人同款，用信心带出行动来到你的面前，将阮所有一切的重担、一切的伤害、一切的绝望，要摆在你的面前。因为主，阮知，阮一切的所有，拢是你所想事；阮一切的委屈，主你拢知影。虽望别人毋知，独独主耶稣，你今仔日要医治阮众人心中一切的挑战。也愿主你甲阮相较伫地，互阮无论未来拄着甚物款的风险挑战。阮拢亲信，主你的话语要成做阮脚前的灯，愿主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根基，也成做中分教会的根基。因为主你捌讲过，当阮将生命去坐伫即个石盘顶面，无论风吹雨淋，拢袂摇拽。主，阮亲信，这是你对阮生命的应允。我们抓条主你的话语。互阮无论拄着即世界最的风险，阮拢相信主。当阮牵调伫主你的话，阮的生命就袂摇拽，袂惊吓。主，阮感谢你，将一切荣光归伫你。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即时搁来吟一首的圣诗回应诗，圣诗452首。上帝听痛乃袂遐大，欢喜喜乐，互我见我卑微小看的人，互我甲伊近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靠，就会得保守，会保守。
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即时我来报告。顶洲聚会主日礼拜出席58人，奉献5121块；主日学12人，奉献310块；妇女团契出席3人，祈祷会暂停。拜六少年团契出席7人，少年团契聚会8人。下主日的事工分会，讲道是陈淑安牧师，事会李玉吉执事，司琴林家温姊妹，同德麦雅会执事陈燕如姊妹，敬拜第3组电子琴刘安琪同学，主日学第3组音倒拨音控是张家阿温甲麦雪如，电脑投影是吴春草姊妹，招待是邵桂勉姊妹甲毛素姊妹。交通组是刘主义长老甲谢安南兄弟。下周的周间事工分配，拜妇女团契主礼敬拜是杨丽春姊妹，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祈祷会黄志强长老，司琴黄文婷姊妹。代祷的家庭是谢丽珠姊妹的家庭。拜四中级探访家庭杜小香姊妹。轮值探访是黄明勇长老甲柯玉娇长老。拜六青少年团契的聚会主理是黄家乐同学，内容是脑力的激动时间。拜六少年团契主理是刘主义长老，圣诗324首，圣经马太福音7章24、29、29节。题目是两顶的根基。
金句，本周的金句是马太福音5章34节，咱台语、华语，咱做伙来读一解。请伊甲伊讲：有钱人啊，你的信已经救你，通安然倒去，你的病全然好。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是我来报告咱教会的消息。第一点，金主日台湾新学院纪念主日学院差派家群团队前来正道、请安报告甲奉献，愿上帝赐福伊的服侍甲身体。第二点，本会定伫12月初7要来举行洗礼，搁有圣礼典，接纳小儿洗礼、成人洗礼、捐信礼。报名捐信礼也是成人洗礼需要接受基督基业真理的课程，拢总有4段的课程。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到今仔日止。咱的黄庭秀长老来报名，以便安排上课的时间。第三点，下主日11月23要来举行感恩节的娱乐礼拜。有圣乐队要来献诗，请兄弟准备心参加感恩节，感谢上帝一年来的赐恩赐福。伊着用感谢的心献，感恩的心献上感谢。无论是升学、交签、结婚生囝、家庭生活、工作，也是建堂的贷款等等，咱望上帝继续施恩赐福。咱用实际的行动回应上帝的恩典。感恩节当日有请咱的兄弟准备，要来请兄弟准备心到台前来奉献，感谢主一年来的带领甲保守。第四点，下主日11月23，礼拜后有爱餐，由主日的老师来准备爱餐，主日的小朋友房来斗相共，愿上帝赐福因的服侍。请兄弟会记得来炸家己的碗池。第五点，下主日11月23感恩节，主日下晡1点半，教会2楼主堂教育部敬邀基电会凤山支会会长蔡益年先生要前往来举办福音庆送讲分享会，敬邀咱的主人兄弟踊跃来参加。第六点，今主日接纳本会11月30福音见证主日的兄弟来报名，名额限定3位，每位有7分钟，报名到11月23来截止。若是有要为主做见证的兄弟，请来黄庭秀长老来报名。第7点，12月初6下晡3点到5点，林恒正教会联合举办圣诞节活动，有歌星邱海静姊妹4名音乐会，主题是圣诞音乐会甲你有约。地点伫林恒教会，欢迎兄弟踊跃参加。第8点，为本会洪水印兄弟的细汉囝洪明宏兄弟带院伫海军的总院，以及咱本会前顾柯英文长老的太太吴世凤姊妹发生车祸，现在带院伫中基病院，请兄弟关心代祷。第9项，下主日正道是讲书是陈淑安牧师，圣经是诗篇116篇12节到14节，题目是报恩。咱也为着每日代祷的事项，每日的项目为以下的事来守望代祷，也有特别提名的为病痛、为着年长、为心灵甲生活的。咱伫遮也有教会奉献的明细表，咱来看，若是有错误的，请咱的李炳秀执事来更正。我来报告咱今日的奉献，约定奉献有2名6000块，感恩奉献有3名4000块，为建堂奉献有5名6000块，对外奉献有6000块，总共是22000块，请咱起立来念奉献诗。
兄弟大家平安。这个时阵吼，我来补充报告两项代志吼。就是咱今次是迄个台湾新人医的纪念主日，这个学院呢有找派咱的这个，就是咱东港教会吼，潘家军团队前来咱本会来甲咱分享上帝的信息愿咱等一下吼，咱会当踊跃为着台湾新人医来奉献，因为咱新人医是咧栽培咱教会未来的牧者吼。需要真济的经济的支持，毋嘛咱拢用上帝听上帝的心，来支持咱台湾的新人医吼。我伫遮代表教会来感谢潘家军团队，感谢你。咱拍拍来欢迎一下吼，多谢你，欢迎你好。咱个就是吼，后礼拜咱就是感恩节，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毋嘛咱兄弟姊妹拢准备心。踊跃来参加后礼拜感恩节。咱要伫礼拜日中间，咱有要来台前做奉献吼，来感谢上帝一年来的带领、保守、祝福，互咱家庭生活平安、身体健康。咱做伙来到上帝的圣殿来感谢咱的上帝吼。我以上来报告这两项代志。这是咱来吟上言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是说咱请潘德德来做祝福的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地带，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